宜兰县拢总有191个偏乡教师，因为今年小连续几来风台扫过，地区水崩山等等的问题，或者偏乡教师通勤的风险，抑佫有成本拢增加。即马教师职业工会就向宜兰县府来争取，甲因补贴交通费。因那县府是表示讲会看财政状况，抑佫有外县市的做法，才佫来建议。 都是小石头，刚刚我过的时候差点被砸到了。山区道路因为路桥阻长，民众交通受阻碍，今年已经有3个风台侵袭。宜兰最近受风台甲东北季风影响，连续落大水后，互山区道路直崩落，冲击交通。 经过疏化路廊，生活半港头前的崩落点虽然已经疏通，也毋过遍布的水流甲石头，也是互人看了心会惊。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接到未少会员的反映，认为伫山区偏乡服务的教师，除了要承担风险，交通成本也因为西路大大提升。希望会当比较新北市甲嘉义县，尽速定定要点，互主管到偏乡服务的教师交通补助。我们希望县府能够及早的为我们本县所有偏乡教职员订定这个交通费补助的一个要点。根据工会资料，新北市逐个月补助偏乡教师630至1260块交通费，嘉义县上悬补助3000。工会认为，教育部已经有奖励办法会当依循，县政府要赶紧制定对策。以教育处这边会来做研议，那衡酌县府的财政状况来做通盘的考量。根据县政府统计，宜兰县伫偏乡服务的教师有191人，其中11人是主管服务。安怎补贴这个偏乡教师交通费？县政府指出，会看财政状况，甲外县市做法建议，也会函请中央争取相关经费。记者综合报道。